带基感团队举办食农教育，带囡仔去认捌到稻米切啊，包括白稻草、假米、包饭圆，拢互囡仔家己动手来体验。囡仔捆稻草，捆做一撮一撮。岭南社区安排囡仔来到田里，实习地方的农特产，体验相关农事。可以体验农夫的辛苦，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浪费粮食。那到去田内底拔稻草，体验假米，所落来社区阁有囡仔制作古早味饭圆，微酸配料到包饭圆，拢互囡仔家己来。在这里的很多小朋友，他们知道吃饭吃白米，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稻米的生产过程，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稻米的孩子这个计划，让小朋友知道，哇，原来这个稻米的由来是这样子来的。借切的食农教育，让囡仔更加了解平常时啊食的米是安怎来的，嘛体验到做事人辛苦，嘛表示未来会更加珍惜食物。